喂，呢一個係赤裸裸嘅歧視嚟噶喎，咁而且依家仲要唔係嗰啲咩外國人歧視中國人啊，而係中國人歧視自己中國人添啊，點解嗰個議題可以冇俾人討論嘅咧？做咩啊？喂，你哋中國人俾人蝦喎，我又唔見你哋出征嘅，即係嗰啲中國人嘅底氣去晒邊度啊？即係收埋晒喺底褲裏邊啊！係大將，咁相信大家都知道一致嚟噶。咁每當我哋香港人啊大叫自己係香港人嘅時候咧，咁有好多嘅中國齋英文佢哋嘅反應都係咁樣噶嘛。你是誰？你是不是中國人？我就弄死你！你他媽會不會說中國話？中國人。咁最好笑嘅就係啦，咁最近啊，咁就有一位上海人不斷強調自己係上海人。我跟你講，我是上海人，我就跟你講，我是上海人。啊，咁但係一班咁嘅齋英文佢哋嘅反應咧，啊佢原來係咁嘅。你可以提醒我，但不要羞辱我。外地人不是原罪。你是誰？你是不是中國人？那素質是看戶口本的嗎？我在跑步機上跑步，我還需要符合你的審美嗎？會不會說中國話？中國人。咁都唔係辦法㗎！有冇搞錯啊？即係點解你哋唔拍片公審一位嘅上海人問佢係咪中國人啊？喂，佢擺到明係想搞上海獨立啦！喂，佢話佢係上海人，上海人喎，咁離譜有嘅係咪啊？所以你話你班人有幾咁屎忽鬼先得㗎？乜對住香港人咧就兇狠，一對住上海人就碌撚喎！哇，大佬做人做到你咁啊，俾人哋睇唔俾人緊㗎啦！所以今日就多同大家分享一件事，俾你哋睇下，即到底中國人係點樣歧視自己人呢？咁啊，一班嘅中國網民對香港人同埋上海人個態度係可以幾唔同嘅咧？講翻好似係做香港人啦，都係一個原罪嚟噶。咁要到最後咁都就咗一件事啊，簡單去分享一啲我個人睇法嘅。OK。咁首先簡單講翻些少背景資料先啦。咁話說最近啊，咁就有一名嘅中國女子入住上海酒店，而根據佢嘅講法啊，佢就話當其時喺健身室就以正常嘅音量叫咗佢個女個名幾聲，咁而隨後啊就即刻同同場嘅一位中國女子發生衝突，咁對方就一直鬧佢好嘈，影響到佢，又話佢冇質素，甚至乎係不斷強調自己係上海人，最後仲要係對一位嘅媽媽大打出手啊！咁呢一度就等我俾大家去睇下究竟事發經過係點樣先啦。我在上海在那裡，我鬧他一聲，他現在不讓我跑步。我跟你講。我是上海人，我就跟你講，我是上海人，我不准你們外地人投票。你們外地人來可以1千萬，你了不起，你是老上海人，所以我們說一聲話都不行，還不讓我跑步。這垃圾別塞，我咁聽，侬看到伊落來啦，我做啥要打伊？伊就是個這樣子。好，大家好。我看侬掉幾口，侬從前頭開始掉，那囡沒教養的垃圾別塞，侬看那囡侪沒教養垃圾別塞。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我今天入住了一家上海的酒店，那我今天呢就在健身房5樓那裡跑步。那我女兒就在隔壁的房間，因為我怕她找不到我，所以我喊了她3次，聲音也是正常的，就是媽媽平時喊孩子的那個聲音。然後呢，旁邊一個大姐，她沒有說一句小聲一點，直接衝我過來，關了我的跑步機，然後罵我說，這麼大聲喊幹什麼？第一，她就指責我是外地人，說我沒有素質。第二的話呢，她就是說她覺得我吵到了她，然後她心裡不悅，她需要找人來打我，然後呢要找一群人來毆打我。這是他原話。然後第三的話，他覺得我穿得很奇怪。針對這些，我其實想問一下，那素質是看戶口本的嗎？那關別人機器威脅人，難道就是素質高嗎？我叫我自己的女兒小聲，叫我自己的女兒就要去被人威脅人身安全。我在跑步機上跑步，我還需要符合你的審美嗎？咁時候一段影片咧就喺抖音上面被傳開去，咁但係喺我拍一段片之前咧，其實嗰一條原片已經被剷除，而我就只揾到一啲好零碎嘅相關報導。咁而且我亦都留意到啊，中國網民對於呢一件事嘅反應咧都唔係話好大。嗱，咁我唔知道係咪因為平台限流嘅關係，又或者係中國網民冇乜興趣想了解一件事，而我就只能夠從僅餘嘅留言裏邊啊，見到有一啲中國網民對於一件事咧就講到話，有啲上海人嘅認知裏邊，除咗上海人，其他都係鄉下人。上海人記住功太高，適當發泄一下。人哋上海文女啊，唔係已經講咗啦咩？呢一度係上海噶嘛，上海人歧視外地嘅人大有人在啊！上海西化最犀利，有啲人話中國人去到外國總係俾人哋歧視，之但係喺中國裏邊又何嘗唔係呢？上海人好多都係咁樣嘅，上海係一個非常排外嘅城市。即雖然我自小喺上海長大，咁之但係我對於一個城市嘅原住民呢係冇咩好感嘅。咁首先第一啦，咁想簡單回應翻一件事先啦，即到底係誰對誰錯呢？咁根據一位女事主嘅講法啦，咁佢就聲稱自己當其時喺健身室裏邊叫咗佢個女個名3次，然後即刻俾嗰位上海女子鬧佢冇質素啊，而且仲要打佢添嘅。坦白講句，我就真係覺得幾無辜嘅。咁因為就算你話嗰位媽媽叫個女叫得幾大聲都好，咁佢都係叫幾聲啫，又點影響到人呢？喂，你話如果好似有啲仆街即係公共場所嘅話度大聲播片播歌嘅話就話啫，咁
因為點解啊？咪就係因為呢一個係有持續性噶嘛，一直咁樣去播啲聲影響緊人噶嘛。咩更何況嘅就係，我就當佢真係影響緊人啦。咁但係又有冇必要一嚟啊即刻走去鬧人啫？即係其實最簡單講句，不好意思，你聲音可以小一點嘛，因為我想專心做運動啊。咁咪得咯，真係有必要動粗咩？咁所以一位上海女子佢嘅言行啊，本身都已經反映到佢個人冇咩質素噶啦。咁又有啲乜嘢嘅資格批評人哋冇質素咧？係咪啊？隨屌！唉，死人！我2日先食得隻超咋，再冇嘢食我死梗。咁第二個想回應嘅就係啦，其實呢一件事再另一個重點就係嗰位嘅上海女子啊，不斷強調自己係上海人，而且仲要係標籤你係外地人，跟住就話你係冇規矩冇質素。喂，呢一個係赤裸裸嘅歧視嚟噶喎。咁而且依家仲要唔係嗰啲咩外國人歧視中國人啊，而係中國人歧視自己中國人添啊。點解居然係可以冇俾人討論嘅咧？做咩啊？喂，你哋中國人俾人蝦喎，我又唔見你哋出征㗎。即係嗰啲中國人嘅底氣去晒邊度啊？即係收埋晒喺底褲裏邊啊！所以有時我講嘢都唔想講得咁難聽嘅。咁但係你自己睇下你哋班人係咪賤骨頭啫？俾自己中國人歧視咧，就喺度救命啊！但係俾外國人歧視咧，就喺度。我跟你們講，現在中國人已經不是幾十年前的中國人了，我們不是很好欺負的啦。就第三啦，即係一件事令到最嬲嘅就係啦，即係當一位嘅上海女子不斷強調自己係上海人嘅時候，你哋班中國網民嘅留言，俾我感覺就好似係默認上海人就係咁噶啦，就唔需要大驚小怪咁。但係如果你試下將呢一件事轉成係一位香港人自認自己係香港人嘅時候咧，你哋嘅反應係可以完全唔同噶喎，就會話我哋香港人搞港獨啊，有啲咩優越感，甚至乎係歧視你中國人等等等等。你是誰？你是不是中國人？我就弄死你！你他媽會不會說中國話？中國人。咁今次又唔見你班中國人問佢係咪中國人，又唔批鬥佢係咪搞上海獨立，我就只係對住香港人先咁樣講，咁我又可唔可以話你歧視緊我哋啊？永遠就只係識得欺善怕惡，對住香港人聲大夾逼人愛國，咁但係一對住啲上海人啊、老北京人啊，尤其是啲有權有錢嘅人咧，就即刻縮埋一角，唔敢反駁。即係查實你哋知唔知？你哋一種嘅人啊，喺中國古時裏邊係啲乜嘢人啊？就係皇帝隔離嘅嗰個太監啊，收皮啊你！永遠就只會依附權貴，趨炎附勢，所以你話你班人有幾咁廢先得㗎？咁同時一種現象啊，又再一次證明，即係點解你哋一班嘅中國爭文，永遠對住我哋承認自己係香港人嘅時候咧，都咁敏感嘅咧？咪就係因為你從來都冇當我哋係自己人、中國人，所以咪有咁大反應咯。一嚟咪覺得我哋搞港獨啊，哎呀搞獨立分裂啦。咁如果唔係嘅話，你解釋俾我聽啦。點解上海人認自己到上海人又冇問題嘅咧？又唔會俾你出征啊，唔會俾你鬧佢係搞上海獨立嘅咧？一係你又歧視香港人，一係你又唔當香港人係自己人，咁你咪自己揀咯。咁啊，咁做咗先，喺邊度分享一件事啊？即係就好似一個照妖鏡咁樣，俾你哋睇下，你班人係有幾咁精神分裂。咁所以唔該你班人啊，唔好成日喺度揾我哋香港人出氣啊！你自己翻返個屎坑度睇下啦。中國人啊，先係最歧視自己人啊！地域歧視、戶籍歧視、工作歧視、身份歧視、學歷歧視，乜撚都歧視啊！咁到底點解你哋好似冇咩感覺咁樣啊？咪就係因為你哋日常生活裏邊啊，每一日日以繼夜，夜以繼夜都係不斷經歷緊俾自己嘅同胞歧視，咁所以你咪習以為常，覺得冇問題，然後冇乜感覺咁樣啦。咁所以相比之下咯，我成日都話咯，香港人對你哋真係算好噶啦，淨係用口唔用手。你睇下今次一件事，嗰位上海人直頭打你添啦，咁你點樣啦？係咪就做咩啊？咪又咁樣鳩樣？我呢個都已經算好噶啦。你試下遇着嗰啲權貴，嗰啲有錢人，你仲可以拍到片擺上網啊？死咗啦！戇鳩你真係，所以咪話咯，對比之下香港人真係對你好好噶啦，淨係鬧你噶咋，知唔知啊？咁我就啦，咁就呢件事點睇咧？咁讓隨觀眾亦不妨喺下面分享啦。咁多謝你啦，上面subscribe啦，subscribe 咗我嘅講真啦，喺小心上先收睇，拜拜。喂，薯餅，話就話你病咗啫，但你都唔使俾個屎忽俾爸爸聞係咪啊？你做乜嘢啊你啊？你做乜嘢啊？咩事？點解喺爸爸嗰度嗰個背脊度行嚟行去做乜嘢啊？啊？你咪病咗嘅咩？要小心啲啊，等跌落去啊，知唔知啊？小心啲啊啲。唉，好啦，你落嚟啦你。唉，真係服咗你真。係落嚟邊度？得噶啦，做乜嘢啊？你依家身體行嚟行去做乜嘢啊？啊？又俾個屎忽俾聞咗咩啊？你個薯餅，你真係啊！你睇下你咩事啊你啊？係咪啊？服咗你啊！你個薯餅啊！